大家好，我係 Echo， 今日為大家帶嚟2024年10月27號至10月31號嘅港股市場回顧與展望。免責聲明：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有風險，入市需謹慎。今個星期市場回顧，港股經歷調整，恒生指數失守26,000點，終結5連升。科技指數沽壓較大，10月累計下跌3.5%， 948點，成交額超1666億元。焦點事件：首先，內地穩增長政策持續發力，效果有望逐步顯現。其次，美國聯儲局議息決定直接影響全球資金流向。喺個股層面，科技股出現獲利回吐，而金融股如匯豐控股有回購動作，提供市場穩定性。估值分析，恒指預測 P/E 已經回調至9.4倍，處於2018年以嚟34.2分位數嘅低位，估值已經從高位回落，重新具有吸引力。下晝展望，利好方面，內地政策效果有望顯現，低估值提供安全邊際同埋反彈動力。風險方面，外圍不確定性包括地緣政治同通脹壓力，外資配置意願需密切觀察。總結與建議：今個禮拜調整即機會，估值已經翻到吸引區間，建議投資者關注政策受惠板塊，逢低吸納優質資產，密切關注政策進展。感謝各位聆聽。而家俾我哋進入本週嘅市場回顧。今個星期港股市場整體呈現震盪下行嘅態勢。首先睇恒生指數嘅表現，喺期指結算日嘅影響下，恒生指數喺今個禮拜回軟，最終失守咗重要嘅26,000點心理關口。更值得注意嘅係，恒生指數結束咗此前連續5個月嘅上升勢頭，呢一個標誌住港股進入咗調整期。喺板塊表現方面，恒生科技指數嘅表現尤其值得關注。科技指數面臨較大嘅沽壓，跌幅相當顯著。呢一個反映出前期漲幅較大嘅科技股開始出現獲利回吐嘅現象。從月度數據嚟睇，成個10月份港股嘅表現唔理想。恒生指數10月累計下跌咗948點，跌幅達到3.5%。呢個意味住港股喺10月份損失咗前期嘅部分漲幅。不過主板成交額超過1666億元，說明市場嘅交投仍然保持一定嘅活躍度。跟住落嚟，俾我哋分析今個禮拜嘅重要焦點事件。首先係宏觀經濟層面嘅政策動向。內地政策組合拳自9月底以嚟，中央政府為咗穩定經濟增長，推出咗一系列嘅政策組合拳。呢一啲政策涵蓋咗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多個方面。短期嚟睇，呢一啲政策嘅主要目標係穩增長，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從中期嚟睇，呢一啲政策組合拳嘅效果有望逐步顯現，將為港股市場提供長期嘅估值支撐。美國聯儲局議息，另一個重要嘅宏觀事件係美國聯儲局嘅議息會議。聯儲局對未來利率走向嘅表態，直接牽動住全球市場嘅資金流向。如果聯儲局維持高利率，或者暗示未來可能繼續加息，呢一個將會吸引資金流向美國等發達市場，從而減少對新興市場，包括港股嘅配置。相反，如果聯儲局釋放鴿派信號，則有利於新興市場嘅資金流入。呢兩個宏觀事件構成咗今個星期港股市場嘅重要背景。除咗宏觀層面嘅事件，今個星期個股同板塊層面亦都有重要嘅動向。科技股回吐。首先係科技股嘅表現，喺過去幾個月裏面，港股嘅科技股表現強勢，漲幅相當可觀。然而今個禮拜，科技股開始出現明顯嘅獲利回吐現象。呢個主要係因為第一，前期漲幅過大，技術面出現超買；第二，市場喺連續上漲之後需要喘息，進行技術性調整。第三，外圍環境嘅不確定性亦都對科技股造成咗一定嘅壓力。呢一種回吐係市場正常嘅技術性調整，屬於健康嘅市場行為。金融股穩定，同科技股形成對比嘅係金融股嘅相對穩定表現。我哋睇到包括匯豐控股在內嘅大型金融股喺今個星期有持續嘅證券回購動作。呢一啲回購動作說明上市公司管理層對公司價值嘅認可，同時亦都為市場提供咗重要嘅穩定性支撐。藍籌股嘅抗跌性相對較強，呢一個為整個市場提供咗一定嘅支撐。而家俾我哋從估值嘅角度嚟分析港股市場嘅吸引力。經過10月份嘅調整，港股嘅估值發生咗重要嘅變化。
恒生指數嘅預測市盈率 PE 已經回調至大約9.4倍。呢一個數字非常重要，因為佢反映咗港股當前嘅估值水平。為咗更好咁理解呢一個估值水平嘅含義，我哋需要睇佢喺歷史上嘅位置。根據數據，9.4倍嘅 PE 倍數處於2018年以嚟約34.2%嘅分位數。呢個意味住乜嘢呢？咁簡單地話，呢個表明港股嘅估值已經從之前嘅高位回落，而家處於一個相對低位嘅區間。呢一對投資者嚟講意味住乜嘢？首先，低估值為市場提供咗堅實嘅安全邊際，亦即係話，即使市場進一步下跌嘅空間亦都相對有限。其次，低估值通常意味住更高嘅潛在回報率。當估值處於低位嘅時候，未來嘅上升空間相對較大。因此，從估值嘅角度嚟睇，港股目前已經回到咗一個相對具有吸引力嘅水平。基於以上嘅分析，讓我哋展望下晝嘅市場前景。我認為市場存在幾項潛在嘅利好因素。第一個利好因素，政策預期，內地穩增長政策嘅持續發力，佢嘅效果有望喺未來幾週內逐步顯現。我哋已經睇到政策組合拳喺不斷推出，包括降息、流動性投放等措施。呢一啲政策嘅實施需要時間先至能夠傳導到實體經濟，但係一旦效果開始顯現，將會有助於提振市場信心。特別係如果我哋睇到內地經濟數據有所改善，呢個將會大大提振投資者對港股市場嘅信心。第二個利好因素，估值修復。正如我哋剛才分析嘅，港股嘅估值已經回返到咗低位區間。低估值本身就係一個重要嘅支撐因素，佢為市場提供咗安全邊際，同時亦都提供咗潛在嘅反彈動力。歷史經驗表明，當估值處於低位嘅時候，市場往往會出現反彈。呢一種反彈可能係由於投資者逐漸認識到低估值嘅吸引力，亦都可能係由於基本面嘅改善。無論邊種情況，低估值都為市場提供咗明確嘅上升動力。當然，市場並非只有利好因素，我哋亦都需要認識到存在嘅風險因素。第一類風險，外圍不確定性。首先係地緣政治風險，當前國際局勢仍然存在一定嘅緊張局勢，呢一個可能隨時對市場情緒造成衝擊。其次係全球通脹壓力，雖然通脹喺逐漸回落，但係仍然高於央行嘅目標水平。如果通脹持續高企，可能會推高全球利率預期，呢個對新興市場，包括港股不利。第二類風險，資金流向風險。外資對新興市場嘅配置意願係影響港股走勢嘅關鍵變數。如果外資因為美國利率高企或者其他原因而減少對新興市場嘅配置，呢個將會對港股造成壓力。此外，港股相對於其他市場嘅吸引力亦都存在變數。如果其他新興市場嘅表現更好，資金可能會流向嗰啲市場。因此，投資者需要密切關注呢一啲風險因素嘅發展，特別係要關注政策進展、經濟數據、外資流向等關鍵指標。後俾我為大家總結本週嘅要點，並提出投資建議。今個禮拜總結，港股喺今個禮拜經歷咗技術性調整，恒生指數失守26,000點，終結咗5個月嘅上升勢頭。呢一次調整看似負面，但實際上係健康嘅市場行為。最重要嘅係呢一次調整將港股嘅估值從高位帶翻到咗吸引區間。PE 9.4倍嘅估值水平，為市場提供咗堅實嘅安全邊際。從更長期嘅角度睇，市場存在明顯嘅反彈機會。投資建議，基於以上分析，我提出以下建議。首先，關注受惠於內地穩增長政策嘅板塊，呢一啲板塊包括基建、房地產、消費等。隨住政策效果嘅逐步顯現，呢一啲板塊有望受益。其次，採取逢低吸納嘅策略配置優質資產。當估值處於低位嘅時候，呢個係佈局優質公司嘅好時機。建議投資者喺市場波動中逐步建立頭寸。第三，密切關注政策進展同資金流向。政策嘅實施進度同外資嘅流向將直接影響市場嘅走勢。總的嚟講，調整即機會，喺政策支撐同估值吸引力嘅雙重作用下，港股有望喺下個禮拜迎嚟反彈。感謝各位嘅聆聽。